是怎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甘心为你付出一切的那种爱。我想要的爱情是一种无条件的关心跟包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我之间的一种信任跟承担，你知道吗？在我想要的爱情中，两个人能够互相支持，互相安慰，彼此给对方再加一点力量。爱情是一种没办法讲得清楚的感觉，它有甜蜜也有苦涩，有时给人幸福满满，也有时会让人心疼心疼。你第一次对我讲出我爱你这3字，就是打开我心里的钥匙，也是我俩故事的开始的天气。我决心要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天，每一天。爱情是一种没办法讲得清楚的感觉，它有甜蜜也有苦涩，有时给人幸福满满，也有时会让人心疼心疼。你第一次对我讲出我爱你这3字，就是